后来乡亲啊，屏东的小琉球竟然看到2只海龟咧相拍，唱水溪甲铺上网，真侪网友去二赞，嘛有袂少人留话滚酸笑，讲这是一场60万的纠纷。为什么安尼讲呢？来看报道。他们在打架，你看。 2只海龟咧相拍，一只用头甲手甲另外一只底咧，红灯迄只是将对方的颔骨啊夹咧。可是他脖子有什么吗？拍到一个坎站，小哮喘，该用完的，完煞了后，佮拍起来。当地导游看到这个情形，大家努力个抱起伫网络顶，趣味的画面也互网友笑甲变过。也留言讲，到即摆小琉球的治安是愈来愈歹呀。 最被考控制，这若考控率就是60万。会安尼讲，是因为台湾目前有5种海龟，拢是一级保育类的动物。根据《野生动物保育法》，民众袂当种、袂当吸，也袂当甲吓惊，若无会罚款6万到30万。针对海龟安尼行为，专家讲，因确实咧相拍。有一些，比如说领域性在争夺的时候，还是会有这种打架的状况。因为一般如果是雄性，它可能就是会在比较是交配期的时候，会比较常见这种状况。会当近距离看到海龟，会当讲是真好运。然过这2个唱水客说是脚底抹油。别过来，我不要罚单，我30万，不要过来。这只古水海龟一直受向唱水客，然过这2个人是一直比，因为若是甲卡到，代志就大条啊。海龟觉得我们长太帅，一直转过来，他想要多收我们30万。去唱水碰到真热情的海龟，然过这2个唱水客为着因的30万，会当闪偌远就闪偌远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